说明，针对和平义务，工会昨天已经有主动释出善意了。公司提出的这多项和平义务里面，我愿意同意，为了国人的利益考量，以后如果再度发动罢工的时候，离岛航线不会发动罢工，这已经是工会释出最大的善意。而针对罢工预告的部分，台湾的劳资争议法令已经相当的繁琐，是世界上前几名的，它非常的复杂，需要经过会员代表大会，也需要经过调解，还需要经过罢工投票。而这个程序，长荣空服员走了整整半年。以后法规要怎么定，我们就照法规这么走。第三，长荣航空公司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归还全体空服员的3保，我们这边只告诉他这个问题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，而是长荣航空公司来决定的。是你什么时候跟工会开启协商，什么时候答应不签署上条款，什么时候不要再用不对等的和平义务来霸凌工会，那这样罢工就会提早结束，团体协约提早签订，罢工就会尽快结束。今天是罢工的第16天，我还记得第1天拉纠察线的时候，内勤人员还有主管用我们的谩骂，多少天烈日曝晒，罢工棚里面非常的炎热，我们还有姐妹昏倒送医，也有的时候狂风暴雨，担心这个罢工棚不知道撑不撑得下去。甚至我们在附近吃饭的时候，同公司的人对我们冷言冷语，对我们的嘲讽，这些一切的一切我都会记得。希望这16天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。长荣的威权靠我们打破，对等的团结靠大家战斗。长荣的威权靠我们打破，对等的团结靠大家战斗。谢谢大家。到前面来，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红布条上面，好吗？每位会员一起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，这就是我们团结的证明。好，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按照标准的程序，然后进去，然后我们3个人就是把我们空服员写的30封陈情书跟花递交给了总统府的代表，这样子。对，这30封的信是我们空服员会员在罢工棚内亲笔写的。那因为内容的部分就是折好放进陈情的信封里面，然后我们就把信封完整的交给总统府的代表了。以上。